親愛嘅弟兄姊妹，平安。今日我哋要一齊探討一個深刻嘅主題，如何喺有限嘅生命中活出豐盛，直到最後一刻。呢個主題唔單止適用於嗰啲面臨重大挑戰嘅人，亦適用於我哋每一個人，因為生命本來就係一段旅程，而我哋每一個人最終都要面對終點。問題係，當嗰一日到來時，我哋是否能夠好似使徒保羅所講嘅咁樣，坦然咁宣告：咁美好嘅仗我已經打過咗，當跑嘅路我已經跑盡咗，所信嘅道我已經守住咗。提摩太後書4章7節，讓我哋透過今日嘅分享嚟思考如何活出有意義、有影響力嘅生命。首先，俾我哋從一個真實嘅故事開始。有一位名叫 Ben 嘅年輕牧師喺35歲時被診斷出患有侵略性腦癌。醫生話俾佢聽，呢個疾病可能會迅速惡化，佢嘅時間可能唔多啦。然而 Ben 並冇因此退縮或陷入絕望，相反地，佢選擇用剩低嘅日子去服侍他人，榮耀上帝。多年嚟，佢一直希望帶領一次前往瓜地馬拉嘅宣教之旅，但係因各種責任而延遲。即使喺身體虛弱嘅情況下，佢仍然堅持完成呢一個夢想。喺嗰次旅行中，佢同團隊為貧困家庭建造房屋，並喺當地村莊帶領查經班。雖然佢嘅身體狀況不佳，但佢嘅靈魂卻燃燒住熱情，激勵咗身邊嘅每一個人。回國幾個月之後，Ben 安詳離世，但佢留低嘅影響卻深遠無比。佢嘅故事提醒我哋，無論生命嘅長短如何，我哋都可以選擇活出有意義嘅生活。聖經中嘅提摩太後書4章7到8節俾咗我哋更大嘅啟發。保羅喺生命嘅尾聲，以滿足嘅心情回顧自己嘅旅程。佢提到3件事：咁美好嘅仗我已經打過咗，當跑嘅路我已經跑盡咗，所信嘅道我已經守住咗。呢段經文揭示咗活出豐盛生命嘅3個關鍵要素。第一係堅持到底。保羅強調，我哋嘅價值不在於平順嘅人生，而在於面對困難時仍能忠心持守信仰。第二係完成使命。保羅提醒我哋唔好半途而廢，而係要繼續奔跑，直到達成上帝託付嘅目標。第三係信心得獎賞。守住信仰嘅人將會得到天上嘅冠冕，呢個係超越任何世俗成就嘅永恆獎賞。咁我哋該如何實踐呢啲原則呢？首先，我哋需要明確自己嘅優先次序，問自己乜嘢對我嚟講最重要，有邊啲夢想或者目標係我一直拖延未做嘅，把呢啲答案寫落嚟並付諸行動。其次，設定可達成嘅目標，將大目標分解成小步驟，例如每周寫一封信俾親友，咁樣可以逐步實現願景。第三，刻意服務他人。耶穌教導我哋，佢來唔係要受人服侍，乃係要服侍人。我哋可以透過志願工作、指導年輕人或單純嘅善意嚟祝福周圍嘅人。第四，分享你嘅故事，不論係成功定係失敗，你嘅經歷都能夠成為別人嘅鼓勵，見證上帝嘅信實。第五，持續參與事工。如果你無法親自參與活動，亦可以利用現代科技，如撰寫靈修文章或創作藝術作品嚟傳遞福音。除此之外，仲有幾點值得我哋注意。每日培養感恩嘅心態，列出3件值得感謝嘅事情，並將焦點從限制轉移到祝福上。勇敢嘗試新事物，走出舒適圈，就好似 Ben 一樣，踏上一場冒險之旅，與支持你嘅人建立緊密嘅社群關係，
參加教會小組或禱告團契，彼此扶持，相信上帝嘅時機，放下對未來嘅焦慮。因為詩篇139章16節話俾我哋知，上帝早已安排好我哋嘅日子。最後，定期檢視自己嘅進展，確保自己始終走喺正確嘅道路上。總結嚟講，活出豐盛嘅生命，並唔只係追求個人成就，而係專注於關係、服務同對上帝呼召嘅忠誠。正如邊所做嘅，我哋亦都可以選擇每一日都活得有意義，知道自己嘅努力會影響無數生命。提摩太後書4章7節提醒我哋，生命嘅真正勝利不在於壽命嘅長短或世俗嘅榮耀，而在於堅持、完成同堅守信仰。讓我哋以咁樣嘅態度面對人生，相信我哋嘅努力絕不會徒勞。哥林多前書15章58節，願我哋每一位都能活出豐盛，直到最後一刻，將榮耀歸俾上帝。阿哋。